兩名選手技術都唔錯㗎，佢哋一個叫吳，一個叫空，身高都係1米6，體重都係55公斤，留住中式嘅袖套頭，着住中式嘅馬褂，一睇就係中國製造。佢哋兩個係浙江大學機器人實驗室從07年開始嘅重點課題，仿真機器人感知控制高性能單元和系統項目嘅代表之作。它總共有30個自由了。我哋嘅記者亦都上陣同識發球嘅機器人空切磋咗一番，睇下空仲真係有2度散手，一陣間正拍，一陣間反拍，而且不知疲倦。那首先我覺得呢，我們機器人非常的聰明，而且它會很考慮對方的一些感受，它會盡量把球打到你好接的這個地方。浙江大學機器人研究中心嘅工作人員話，佢哋嘅下一步計劃係研發運動更加靈活、反應更加快速嘅機器人。